张东，好吧。对，我这个是明吃的。对。我这个得吃，这个这个主人。对。对。我这个是支酒。我们必须支酒啊。有。爸。哦。这把那米贴上的，这个都是这个。到的。这是弄不弄啊？弄不动。哎呀，不是。把那这个水对不对中间吧？脚道不？嗯。把这里卡水了嘛的？打卡了，打要嘛的。这些，把大子说，加大把说。俺这个怎么的？不是你们把上说，俺这都得把这里打了嘛，就他能怎么的？他说的的，能就那少，能就那三，这我能嘛的。俺是把这跟你说。我还是那吧。俺去那个拉萨住你，这到车上住你。走。光去等不住。这样的，这到车这样的，俺饮料娘我是提的地方的。他饮料呢，冻白的嘞。我知道不？下山落去啊？有。我这啊，我呀，这波上的你怎么的？我这不，这个明天刚子拿脚动，团队扎心这些是的，的。你干嘛的？我这这些的呀，我这的，团队扎心这的。他人那是嘛的，我这大概就是要这个去，我这个是必须得讲个去嘛。啊，明着这样的，现在我这那么多上去的呢。这是给俺这是提前的呗，想着现在俺把这我这看，你干嘛的？你也应该提下。哦哟，真凶我要笑。有些大人啊，说话特别讨厌，真的。就比如说我有一个阿姨，对吧？我买了双新鞋，啊，这阿姨说，哟，你这。让坐车上呗。听上了。我这几点过去？今晚还提下来。今晚你报上名这些。今年明的。热。热吧。要这对的。那大家不讲个主意呗？那是把那边那个培育要行了，第二个培育俺过那个。啊，准备了，我拿了。米俺写没写的，俺过对的个对我是。是。啊，我都拿不着中药嘛的。他其他是拿不着等过的，打这我的嘞，打，用脚我的嘞。节目给打。咱不说生活那是的，咱们这些活那么多，咱们少嘛的。培育讲生培育的人嘛是的，培育讲些的人们培育讲嘛的，我做什么样嘛的？你那给他爸爸你个培育的，你给他什么年数啊？你那给他爸爸你个培育的。